雪地无烦恼，行为端正人学老，欢喜斗阵上佳好。你今麦在收听的是厝边隔壁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厝边隔壁大家好，中好三听有劲咯，你好我好大家好，幸福美满好结果。厝边隔壁大家好，冬天雪地无烦恼，因为端正人学老，欢喜斗阵上介好。厝边隔壁大家好，中好三听又劲乐，你好我好大家好，幸福美满好结果。厝边隔壁大家好，由在人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提供，欢迎收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咱的好朋友，我是喜乐。咱即马收听的节目是厝边隔壁大家好，咱过来到彩色人生的单元咯。感谢主带领，互咱有机会做伙过来分享圣经的道理也好，也是讲咱个人这个信仰的体验。伫这个机会内底，小弟到北部去协助教会这个圣工。早起有这个查经的聚会。你查经的这个时间中间就有一对夫妻就入来。主牧团队咧同我讲这是迄个咱的兄弟太太也是外教会姊妹。看起来这兄弟安尼故意无啥物讲话，客气。但是太太姓林这个林小姐都无甲人招呼啦真冷漠。伊我若安尼讲起来真看重家己咱这个岛拢有座位嘛也无看讲是啥物人坐，就敢若看无人就一屁股就坐上去了就感觉笑亏看起来教会负责人还是讲这个查经班的班长大家拢感觉司空见惯嘛无人特别去插伊伊就杯摕起来就去倒咖啡呢点心就摕起来食隔壁伊的先生讲起来安尼安静老实无讲话这兄弟甲阮同款拢气管炎就是较疼痛太太莫讲安尼伫这个代志顶面冲突。我看因是安尼真自然就是讲自然接受啦。兄弟姊妹这个大家来查经的这个起源大家嘛拢会当接受啦主牧团队就甲我呢使个眼色啦我就知影讲安尼差不多坐位让互伊无要紧啦虽然头前是我坐但是夫妻有时你甲观察真趣味有的人强有的人弱有的足急躁的有的则安尼慢吞啦你甲看那个神咧配合有影是你若讲两个拢强的哇定冤家两个拢弱的一寡代志无怎处理若拄一个急的一个慢的一个强的一个弱的这夫妻会当安尼互相搭配嘛是袂歹啦。咱信耶稣的人有圣经的勉励讲夫妻是一体丈夫爱疼痛太太亲像家己的身躯这个做妻子的爱尊重丈夫若像家己的头同款查甫人会疼痛查某人会尊重安尼这合起来这个夫妻就是真美好啦当然感情的美好嘛毋是干安尼尔啦，生活态度真要紧这个习惯的这个接纳嘛真要紧会当困斗阵会当组家庭，佫会当生养儿女。讲起来圣经的教师甲咱讲这婚姻绝对毋是束缚，毋是约束。咱讲婚姻是啥物？爱情的喷梦啦束缚掉了，所以无自由啦，迄是足大的错误啦其实迄是一种享受，这个享受就是讲尊重神，尊重神的配合，天地人间这个夫妻夫妇这个亲密的道理会当互配偶两个人行同款的路，起居同款
互相尊重。希伯来书这13章第4节咧讲吼，讲婚姻啊是神所设立的吼，人人爱尊重吼。这个名称啊，唔通误会，就是讲吼，袂使黑白来啦。所以，看起来吼，这个先生啊会疼痛太太，会尊重太太，看起来吼，这对啊太太较急吼，先生就较安静。我想啊，应该是袂冤家啦吼。所以趣味啊吼。咱讲真耶稣教会啊，遵照圣经，夫妻若相疼，咱会感觉足自然的，因为遵照圣经嘛，这个做查甫的查甫人丈夫用全部的爱，包括性命来维护这个家庭。查某人呢，应该就用性命来牵这个家。一个负责任，一个牵家，两个人都配合，当然这就真好啦。看起来吼，咱这个兄弟啊，甲伊的太太吼，这个林小姐吼，做伙来查经可见吼，对太太的态度来看吼，虽然安尼毋是讲安尼足十足甘愿啦吼，但是伊也袂讲来拒绝啦吼。但这丈夫吼，虽然无讲话哦，看起来蛮坚持的呢。咱想讲伊来教会啊，好啊，加减甲伊谈吼，是安咱称作真耶稣教会。教会、真教会、得救教会三大要素，这是希伯来书第2章34节内底所讲的吼。教会啊，要有真理啦，这是主亲自讲过的话。所以咱读圣经啊，约翰福音5章39节咧讲，内底有永生，为耶稣做见证的，就是这本圣经。所以咱哪会通加添，无的就共讲，咱哪会通甲减掉？应该遵守的，你甲删除，足简单的嘛。咱爱求圣灵，主要所讲，咱无好，咱就将上好的物件，互甲咱求的囡仔。天父啊，敢无将圣灵啊，更加好的圣灵来赏赐互咱呢？所以这就是咱遵照圣经的真理。有的人就无讲啊，有的教会就无讲啊，圣灵都信就有啊，所以你就甲减掉去啊，吼。咱讲。普世啊，拢咧遵守这个圣诞节，拢咧做圣诞节，拢咧庆祝耶稣的生日。咱一再讲过啊，嘛对这个古国内底拢会当找到吼，耶稣有降生无毋对，耶稣基督真正有降生，但是圣经却无记录耶稣的生日。所以这就是加天啦，那会12月25正做主耶稣的生日，而且普世啊拢伫咧来庆祝，佫有这个圣诞老公公。佫有迄个报平安，麋鹿拖车，拖迄个送礼物的车，伫天宫安尼个叮叮当叮叮当，佫有音乐。其实这是人的作为吼，这就是假啦吼。所以圣经咧讲吼，假啦、减的啦，假吼要将迄个圣经内底一寡在意拢加互你哦。若减的无讲啊。本来应该有的福分、信耶稣的宝贝甲恩典啊，要咧减掉呢。所以这种的这个信仰吼，是要带人去到灭亡的路，毋是到活路啦。所以咱的确都要跟随圣经，要有圣经的依据。第二讲要有圣灵吼，这圣灵是神的权柄啦，证明神的同在。使徒行传2章38节，彼得得到圣灵了后，伊就为主耶稣来做见证吼，因为原来这个犹太教的人吼，信天顶神的人，坚持这个旧约的信仰吼，因通我都接受耶稣，甚至看不起耶稣啊。主耶稣不过是伫咱身边，伫拉萨的长大，大家做伙大汉的，做伙佚佗啦，共同安尼拢看明白伫阮的身边。这拉萨的人做啥物好诶？这一般吼这以色列人犹太人，伊就是安尼看法。但是彼得伊得到圣灵了，伊就足清楚讲吼。讲咱要通来悔改，来奉主耶稣的名受洗，来洗去咱的罪。这拢是圣灵的这个恩典，拢是圣灵的领受。咱若领受圣灵这以弗所书第1章内底就讲，这是得天国基业的这个凭据，清清楚楚。所以咱圣经安尼甲对照，这使徒行传4章12节讲，天下人间除了耶稣这个名，无人会通挖去得救啦。所以咱就遵照圣经的这个指示，这就神所赏赐的圣灵
约翰福音14章咧讲，这是保惠师啦，互咱当明白神的话，称作真理的圣灵。也那安尼啊，咱领受圣灵啊，真耶稣教会足侪兄弟姊妹对照圣经符合圣经，你甲对照起来，感谢主吼这个帮助，这个恩典啊，毋是咱个人去研究、去追求、去对来，乃是主耶稣所赏赐的。所以圣灵吼，就是神的这个权柄。咱奉主的名行事，凡事依靠主，伊就甲咱同在。所以有真理，有圣灵，搁一项就是讲爱有新约基础啦。这个新约吼，当然是表明主的能力。那亲像主耶稣传福音的时阵，车马会当看见，摆脚会当行路，死人会当复活，显明伊是生命的主。但是咱若想这个新约是要随着咱所见证的真理，有的新约有的异灵，若无真理来做基础，讲起来怪怪吼。那像讲咱拜拜入庙嘛有安尼足奇怪的代志比如讲什无代无志香炉的这个出火啦也是讲这个一般的教会祈祷煞这个布道会就是异地的布道会这拜卡的人随会当行，真的假咱先卖论。假设讲，敢若为着会当起来行病好，目睭看也是讲甚至死人复活好啦。若无照圣经的真理，无洗礼圣灵见证，罪无赦免罪是灵魂内底，毋是外在尔所以洗礼赦罪，这是真耶稣教会看重的，爱伫活水内底，而且爱有圣灵来做见证。所以真耶稣教会咱就真看重，嘛重视。所以这后壁伫这个传教50年以后，到即马得要100年咱就足看重的，一定爱心查一定爱这个看个人的这个心意如何，咱就无随便因为一世人才一摆你若安尼真老草，无谨慎就洗礼我今仔洗礼下个月就无爱来半年就倒1年就停挡袂到久的，这就足可惜。当你明白真理，也是讲要搁倒转来洗礼是无一世人一摆这就是典礼性的这个教义啦所以真理、圣灵、新约基础，拢是对神来若无照真理行袂当心思明辨迄个圣灵的帮助，到底是出自神的，也毋是这就足奇怪所以邪灵的工作，那像讲撒旦魔鬼会装作光明的天使同款啦所以约翰一书甲咱讲一切灵毋通拢相信就是这个因果。所以一定要明辨，一定要分辨一定要谨慎，爱细腻。所以我嘛无讲安尼一味直直求新约这个破病就紧好啦，都有啥物特殊的新约。当然有特殊的新约是帮助咱会当较紧认捌神那但是敢若要来看新约比如讲主耶稣传福音的时阵为着大家生活歹过嘛主耶稣变饼5000人食饱，3000人食饱，所以有的人跟对耶稣，毋是要来听道理呢，毋是真理顶头的造就呢，是要来食饱的巴肚枵嘛等一困就有那教会嘛有咱拢有爱餐小弟嘛捌拄着迄个来无要来聚会就赶一个行午就聚会时间煞了要食爱餐，伊就是要缀又遮方便而且咱教会这炊事组大家拢最尽心尽力的拢煮了真好食。所以咱绝对无讲干看新约一定爱有神的话，主耶稣的这个教导。所以亲像这个十诫颁布的时阵，第4条诫命讲爱遵守安息日，守做圣日第5条人甲人的这关系爱孝敬父母这拢毋那干十诫这就是咱一定爱遵守的。所以阮即嘛守安息日你就安那算第7日嘛，天顶的神造就天地万物来做好势了后，第7天伊就歇困休了一切的工，而且祝福这日所以主耶稣嘛讲安息日应该就爱遵守伊嘛安息日进入犹太人会堂，甲面谈论甚至入去守安息所以日子错误，方法错误方向嘛错误。普世基督教拢守主日、礼拜日，迄是第1日这错误的，所以就无遵守安息圣日这安尼要安怎做主耶稣的身躯呢？甚至佫做圣诞节，佫有庆祝圣诞老公公佫有足侪这有诶无诶
要来跨年，其实这种是仁义啦，无尊重神的权柄，无尊重神的权柄，无尊重神的话，你就算有爱心，你就是如何，你就是哇呢尊敬这个咱个人对神啊所领受的结果，重要无遵守，安尼将来免见主耶稣呢？所以一般教会包括牧师人讲圣灵这神就有啦，那就求。所以也无鼓励信者爱读圣经啦。真耶稣教会差不多是伫圣经公会这个圣经的使用率甲这个请因来翻译这个版本上多呢。因为主耶稣捌讲找求的人就要互恁找着敲门的人叩叩叩要甲恁开门，祈求就要互恁这就铁一般的事实啦咱袂使更改先知更改主的话，无你就变做青梅领青梅，青梅带青梅，两个拢跋到坑内底啦，安尼哪有较好呢？若讲照真耶稣教会阮的习惯这听道理以后咱照教会这个教义的这主张拢是遵照圣经主耶稣的教示若明白这个受洗有关的道理，而且宝贝一世人一摆，这毋是干那单纯讲要入教的仪式尔，毋是啦。重要就是咱是归属基督，成做神耶稣基督的人。所以耶稣基督伊是肉身显现的神，所以这是咱敬拜遵照圣经对圣灵内底会使领受的。所以洗礼毋是像一般讲点水就好啦，也是泡这个浴缸啦，上灯甲这个取代一个，其实这是不对的一旦要相信耶稣接受真理咱就要照神的话行，所以要进入神的话，就是主耶稣所讲的话。安尼洗礼以后，才会当改变才会当伫灵内底复活，生命更新，成做神的后生查某囝，归入基督。所以拄偶像啦咱较早拜拜这个偶像，过来咱毋知影迄个误会就讲歹习惯啦取代耶稣的这个咱介意的物件啦，这拢是偶像啦毋那物质啦，包括概念咱的观念这拢是有形是无形这意念这拢是取代耶稣，这拢是偶像所以要报名以前阮就安尼宣导嘛决心这本人要有决心，福音当中甲你关心即嘛来爱报名到职务会这职务当中都有这个重要的责任职务这爱负起责任的毋是凊彩投票转因来大家爱讨论坚固这个洗礼人要洗礼人这个信心，爱佫会怀疑无，心怀两意，双脚踏双船也无通过了阮拢伫活水内底就是海边啦也是流动的这个溪流啦这才合乎圣经主耶稣留落美好的这个榜样会当写做所以咱灵魂内底有罪，会使讲出世了就拢念到定的这是与生俱来的对啦佫就是讲咱既然有这个无好的思想无好的这想法
你像讲囡仔吼，你免甲教伊的贪心哦。囡仔毋免甲教吼，伊的一寡呢无欢喜，伊就暴力哦，吼这拢是罪性的影响。所以毋是讲洗礼就一摆得救就永远得救安尼，爱佫教导啦，咱讲爱灵修啦，爱祈祷啦，爱自会啦，爱读圣经啦，安尼得救三观的道理啊，即慢慢对认知慢慢体验伫实务顶面来领受，安尼咱就即个洗礼的人就会当持之以恒啦，来追求即个独一得救的信仰，绝对毋是讲一时的感动这一时的感动无根那亲像最后所亚种的譬如讲这亚种的种子落伫迄个浅土土浅的所在无根伊不远真紧，但是伊无法度定根因为土浅人的心思意念足浅的，干那要得到一时病好，还是讲要得到这个今生的这个资产主你就帮助我考试会当考好，我趁钱趁大钱，我娶某会当娶水某我会当安尼投资呢食做五子登科有妻子有儿女孩子有金子有这个房子还有这个车子五子登科这敢遮重要吗？咱若想讲遮若拢摕一边若会通得救，毋是更较重要吗？信仰的路要行的这顺坦，一定要遵守圣经的真理。所以咱有迄个强信要道，真耶稣教会强信要道，这个足重要的咱在唱讲这赢过迄个所谓护国神山啦。因为真耶稣教会伫这个传道理，伫这个执行神唯一得救的真理所以这甲骄傲无关系就是讲咱坚持这份真理。若甲咱同款呢，会来合一群规一个牧人是入来合的毋是出去的所以有人对教会误解就是讲真耶稣教会敢若恁上好，恁会当得救其他的人好品为好品行，咱就讲拜拜的话人嘛做好品行，好品行嘛做好这个德行的这毋免信耶稣，毋免洗礼，就会当得救吗？得救要经过审判才好信，咱毋敢讲这，但是咱知影。要安怎才会当得救？这是咱应当追求、应当行的路。所以这林小姐听咱安尼讲了这个圣经的真理啦、爱遵照啦、圣灵的领受啦、得到神的宽病啦神职技术随着啦但是神职技术嘛爱对照伊本来安尼，人讲5孔粒做1孔斗安尼已经会笑因为我看伊圣经是捌的啦伊就开嘴伊讲我伫我姐夫的教会受洗啦但是听起来恁教会较好真耶稣教会较好伊讲要搁对先生来真耶稣教会啦两个才会当共所在嘛行斗阵安尼还搁洗礼无？因为已经洗礼过咱就甲讲这无符合圣经错误的洗礼无功效啦伫灵内底无功效，你洗100遍罪共款伫咧啦，枉然要通得救的下罪，这洗礼一世人一摆尔，所以毋通看做儿戏，要特别谨慎看重。教会既然是基督的身躯啦，你受洗以后，当然要保守圣洁，热心自会，服侍做圣工，甚至奉献伫主的单前，这咱拢会当接受无？先说清楚嘛，讲明白要有的人我哪遮一束缚你就离开但有的人感觉讲这毋是束缚，这是灵内底的自由。咱对神领受恩典。奉献予主教会对咱遮好参与圣工毋是你完完全全的时间对你，除非你是专职的若毋是，这拢是参与嘛神就将伊的荣耀恩典予咱热心自会，听愈有，听愈济，愈明白你就潜移默化去教育你的儿女儿女就行伫主的道顶头就圣洁无瑕疵，因为袂去犯错嘛。讲即马青少年足恐怖呢，有的各种各小就甲人发生关系你发生关系这就是肉体亲密，干来当去结婚尔呢？你袂使去嫁娶别人无就是死罪嘛。所以咱讲时间还未到你都还无符合迄个结婚的年龄。台湾尤其即马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婚前性行为，婚前乌白来出灾人呢，恐怖。所以你讲在世的佫偌济，有看重无？欢喜就要斗阵约会就要上床有囡仔嘛无要紧，查某囡仔怀孕嘛不要紧，就堕胎。所以讲较长的这个假日寒假暑假
变成堕胎潮呢，安尼牙悬悬，足恐怖诶。人哪安尼都毋是一般诶，即个野兽讲，一般阿狗阿猫讲啊，都花情，啊，都完整啊，啊，都互相吸引，啊，就去生团下一代啊，这都叫做兽性诶动作。但人毋是兽啊，人是万物诶灵长呢。所以性格尊贵应要是咱应当爱坚持追求诶。回到圣经内底，若无照圣经诶真理，你免保守性格。若无圣经诶真理，无听道理，无智慧，免服侍。因为守性格爱服侍，咱就感谢讲主耶稣甲我判过，主耶稣甲我保守我诶信仰。安尼啊，来申请，要洗礼一定会过。这林小姐听了真欢喜啦。本来袂笑，即摆会笑安尼。我都讲教会啊，遵照圣经所建立的，就是基础。基督耶稣就是教会磐石，就是基础。阮足看重的。圣灵啊，就是锁匙。这像马太福音16章所讲的因为彼得明白耶稣嘛，伊认捌耶稣，伊讲你有永生的道理，阮阁归从啥人呢？既然有锁匙啊，天国的门就拍开，意思就讲咱读圣经读的捌，读的有，读的对，这是极其宝贵的恩典。当然袂使忽视啊！林小姐愈听愈欢喜笑容愈济伊就安尼讲哇！安尼我今仔总算听明白了我感觉还是去阮先生的教会才对啦。当然伊甲先生就是迄个亲密的翁某关系。姐夫伊讲定定批评真啊，所教的是异端呐。所以阮先生将来不为所动。伊虽然袂啥会讲话，就阮结婚到即嘛，伊拢用行动来表明，毋捌喊我去其他的教会，总是安尼坚持要来真耶稣教会，我就对伊来啊。所以阮先生对真耶稣教会足忠实的而且伊来教会聚会我也感觉讲安尼照圣经较袂歪错。我讲这林小姐是聪明人咱一个人这个生命价值也无共款咱讲心意无共款。你要当专心，我看真歹啦。咱看电视剧咧讲哇，真命天子出现啦！拢莫斗阵一个久，结婚一个久就7年之痒14年养2次，毋是安尼吗？愈来愈麻烦就各自去发展所以无爱啊，迄个原配无爱啊，原配会来插我这个新交的男朋友、女朋友，所以不被爱来讲叫做小三啦。天地颠倒摆太太先生少年的时阵，含你安尼辛苦勤俭生育儿女教育儿女搁建设家庭慢慢生理好起来，稳定钱收入较济做头家哇，煞去找家己捧迄落水的啦、古水的啦、烟豆的啦、蚵仔刀珠的啦，其实男女讲同款啦。为了甚至报复你会使，我嘛会使，你看家庭袂破碎。上可能就是囡仔啦，囡仔要安怎？囡仔伊将来要安怎？要安怎维持呢？所以雅各书咧讲心怀两意的人性情不定啦，要当得啥物？所以听明白就应当爱分辨啦教会毋是送较大送较少说了就算数，绝对毋是一般的教会读一节圣经2节圣经就讲时事讲新闻，足少有真理的啦。所以牧师所讲的一般教会牧师所讲的，若无照圣经，其实这就是青梅在带青梅。所以林小姐伊讲林小姐讲我即马明白啦我以后也袂阁去阮姐夫的教会啦，袂阁三心两意袂阁脚踏双船啦。有影心怀两意的人意念内底是无清楚的啦我都勉励这林小姐做太太人人拢有软弱啦咱嘛知影讲讲话会影响人的信心各自查考咱相信真耶稣教会所传的福音真金不怕火炼欢迎做伙来查考欢迎做伙来体验。上重要就是跪咧祈祷哈利路亚赞美耶稣的时阵，圣灵会印证会入来咱的心肝。所以真理的这个教导依照圣经这是核心的价值就是真理的这个教导。所以咱也唔敢骄傲嘛，袂使去骄傲，谦卑伫主耶稣的面前，做好正确的选择。其实是神拣选咱，毋是咱拣选伊啦。咱早就通明白，安尼咱好德好灵，会通蒙主耶稣的赏赐来完成这份工作。
来明白真教会独一的这个主张，得救的这个唯一性。我想讲下回这个林小姐因来一定更较清楚，因为家己有体验嘛。所以伊是毋是有勇气报名洗礼，咱毋知，但是要会当得救，绝对爱行这条路。奉主的名，这个专心落水，伫活水内底，对，这个甲主耶稣埋葬，对水淋起来，就甲主耶稣同复活。主耶稣若喜悦咱所领受的圣经真理就袂改变。所以期待咱迈开这个脚步肯定听候顺服教会勇敢来接受这个信仰而且坚持信仰，互生命有方向稳定得救的道路顶头，甲主同行，听候主再临再一次来替这林小姐来感谢，替咱教会这兄弟来感谢主，从今以后夫妻一定会当同行相随，一直奔跑这个天国路到主天国的这个门口。咱彩色人生就介绍到这咱要做伙来压头灭岛来将这个祈祷，将荣耀归予神，做伙灭岛，奉主耶稣圣名祈祷。主爱天父，感谢学到你的圣名，你圣灵的引带，互阮伫无知未知这个未来，因为你甲阮同在，互阮明白，互阮当清楚。因为圣灵就是你的权柄，领受权柄就领受神的这个力量，有权柄有力量，互阮奔跑这条天国路会当真正顺遂。求主来看顾林明远，互阮会当借着圣经的这个坚持圣经真理的道路，互阮无偏差，互阮无急速要来发财，互阮毋是干那爱阮所爱其实更较重要就是有一寡是咱无看到，但是嘛足听咱足爱咱的求主耶稣来帮助咱，搭救阮，互阮的脚步伫你的面前拢会通得到荣耀，得到你的祝福。愿荣耀颂赞来归主耶稣你的圣名，愿主亲身临到阮的身上，到阮个人的家庭来安慰阮，听阮祈祷，来拯救阮。哈利路亚，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咱厝边隔壁节目就要来这来完成结束咯。这毋望咱所有的听众朋友，咱有感动，咱愿意来查考道理，欢迎咱到咱本基地，也是咱外出的时阵一定都爱去真耶稣教会哦。
真耶稣教会有圣灵、有真理、有神者基师，神甲咱同在，咱会通无共款的这种体会。我想圣灵引带，要互咱得到心灵的这个更较大的这个收获。听了有啥物好的感动甲心声欢迎跟我联络哦咱来分享给其他需要的人，咱的节目会当更较公平听的人更较济造就会更较大希望要做咱的好朋友哦，因为耶稣基督伫咱心中，愿主来带领，互咱的节目会当伫这个改变更新的时阵更较济人来收听，听了会更较感动又更较造就，愿主甲咱祝福，大家平安。最好的厝边，就是主耶稣，永远陪伴你身边，永远保护你，永远的朋友，就是主耶稣。无论风雨也出日，永远看顾你。伊要找你，伊要爱你，要听你祈祷的声。伊要找你，伊要爱你，要听你祈祷的声。最好的厝边，就是主耶稣，予你生命甲平安，予你得福气。耶稣要听你祈祷，要赐福气予你。